波蘭計劃咧喺今年度去買150噸黃金。波蘭唔係一個大國家，不過呢個只係細國家，啲人唔係好理佢做啲咩嘢。但係咧，其實喺2025年，即係舊年，佢已經係買咗100噸黃金。今年宣布佢可能會買多150噸黃金。嗱，其實而家咁，雖然佢細個國家仔啫，佢而家儲備咗咁多黃金，買咁多黃金嘅話，係全球國家上10大擁有黃金嘅國家嚟噶咯。嗱，你一睇睇而家呢一幅圖，你見到佢上邊嗰條線咧，就係佢大約喺2023年開始咧，陸續咁樣落買黃金。其實下邊嗰幅圖黑線嗰度咧，就話佢而家啲黃金嘅價值好幾多。所以其實呢啲國家仔已經早2年都已經係開始做呢樣嘢啦。文章亦都報道咗咧，就話佢哋預備佢哋嘅儲備金咧，就有30%係揸住黃金嘅。咁點解我話呢啲新聞唔起眼，但係我又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呢？因為如果一個呢啲國家仔都開始買咁多黃金，儲備咁多黃金，會唔會係一個趨勢？換句說話講，會唔會第二啲國家，而我哋又冇聽到報道，而係陸續一路買緊黃金，而我哋唔知嘅呢？如果呢個真係一個趨勢嘅話，對金價係有咩影響呢？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，喺評論區討論。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